木哥，木哥，来给你看一眼，这是啥？我怕。你看一眼，你看一眼。你订机票干嘛？走，收拾行李，出发。真的？真的，走。耶！干啥呢？快点走呀！看，我找到一家漂亮饭，我要来这家吃漂亮饭。行，带你去吃漂亮饭，走。快点，快点！我大老远跑到西安来，化着全妆，你说带我吃漂亮饭，就是你说的漂亮饭啊？你尝一尝。吃饱啦，我想去大唐不夜城。哎，木哥，你看人的衣服挺好看，你也拍一套呗。我不想做唐朝贵妃，要做我就做铁梦伦。